看到15节，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第1节，基督讨办咱做自由，所以恁着徛在，无得搁挂着迄个做奴仆的担。我保罗甲恁讲。恁若受割礼，就基督无利益伫恁。我搁再对逐个受割礼的人证明，伊着行照前的律法，亲像欠债着行。你爱对律法称做义的，是已经甲基督决断，已经对恩典的为溜落去，因为咱我靠上帝对神对听候所仰望的义，因为点伫基督耶稣受割礼，无受割礼，拢无功效。独独神对人爱来行的，才有功效。恁前是牛走，是罪阻挡恁，逼到恁无趁真理啊！迄号的苦劝，毋是对吊恁的出，担保的杆会发规绳。我点伫主深信恁不只有别样的心志，独独搅扰恁的，无论是甚物人，伊要受二罪。兄弟啊，我若还得传割礼，啥事还佫受捆着啊？安尼是二家做读爱已经废无啊！愿遐个拍乱恁的，将家己挂断。兄弟啊，恁受调是来得到自由，独独无得用自由做肉体的机关，是着对人爱三服侍。因为全律法包含伫一句，就是讲，疼厝边亲像家己。说使恁三吞家，行了会三袂无，恁着谨慎。以上，下面咱要请本堂的柯成凯牧师来讲道。伊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自由。基督徒的自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引带阮每一天的日子，这是阮恳求上帝，你信心亲身来带阮，互阮伫你的真理内面得到真正启示，引带阮人生头前的路站。恳求信心即时临在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们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年特别用加拉太书，甲大家来做分享。伫今年一开始，保罗伫加拉太第1章内面，就甲咱提醒，讲咱会明白，伊所传的这个福音是对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，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毋通干那读其中的一句，就照家己的意思来解说，还是讲我所欢喜的这个经文，认为安尼想出来就是真理，爱别人照咧行。所以保罗伫加拉太书第1章，伊爱咱注目伫上帝的身躯顶，伫耶稣的身躯顶，互信心亲身来引带。伊甲咱讲，毋通去偏离迄个真理的教导。到加拉太书第2章，
保罗佫甲咱讲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着福音，因为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有罪，但是咱袂当讲咱信了后就去看轻别人，因为咱信耶稣基督，毋是因为咱先做啥物才得到这个恩典，是因为上帝早就将这个恩典放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所以咱毋通看着家己来批判别人。第3章，保罗佫用无知来形容加拉太教会的遮个信徒。因讲无知，毋是讲因智能不足，是讲因对代志的认识无够清楚，亲像目睭互人看起来共款。所以咧提醒加拉太人爱看清明白这个真理。到第4章，保罗就咧回忆过去伊伫加拉太教会受到因的接待，伊献上感谢。特别为着因的信仰的生活、信仰的性命，毋望因会当搁一摆回到上帝面前，因为甲因讲，上帝永远无弃杀因，一直咧等待因转来到伊的面前。所以透过头前的4章，咱会当看到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教导。今仔日咱读到第5章。第5章一开始就讲到，基督讨帮咱做自由，基督讨帮咱做自由。伫每一个时代，每一个时代的人，拢会去谈论讲，安怎才会当有自由？那呢，牧师要问大家，你足毋茫有自由的，请举手者。你足毋茫有自由的，哦，袂少人足毋茫爱有自由。手请放落，咱就毋茫有自由。美国总统罗斯福伫1941年的时阵，伊讲一段话，伊讲，逐位的人民百姓，拢会当享受到迄个言论的自由、言论的自由、宗教的自由，无搁散遮送香的自由，无搁有行刑的自由。这就是美国因所强调的四个自由。那呢，拄则我问，咱则想要伫自由的，有可能咱伫言论顶面，咱想要有自由；伫生活方面，咱嘛则想要有自由的。工作、行动等等遮，咱拢想要有一寡自由之地。咱想要掌握遮的自由，也毋过当咱则想要遮的自由的时阵，代表咱真注意的一项，其实受到限制，代表咱可能想要伫这自由的时阵，对你的心内真要行出这个限制，无要互伊捆绑伫的。不过有时啊，咱家己嘛毋知影讲，咱是毋是当陷落伫这个捆绑中间？咱会讲，安尼可能是正常的。所以，自由是咱逐个人拢想要伫的。那呢，基督徒的自由到底是啥物呢？今仔经文一开始就讲，基督讨帮咱做自由，基督讨帮咱做自由。所以，要甲咱讲的是，这段经文，互咱会当了解过去的生活，可能咱亲像奴仆共款，互人捆绑伫咧。但是耶稣基督做迄个解救的人出现啦。具体咱会当真清楚来安尼讲，悔改归伫主的名下骹，就是得到讨帮。所以咱会当伫即个中间过一个真自由的生活。保罗伫遮咧讲是，毋是咱脱离迄个罪恶的自由，嘛毋是讲咱脱离律法的自由。伊讲基督讨帮咱，毋是伫咱的思想，伫咱的这方面去脱离迄个罪的捆绑。上主要是对咱的良心、咱的心内脱离迄个罪咧责备咱，咧甲咱控诉的这个方面。所以基督徒的自由，某一方面咱会当讲，伊是良心顶面的自由，是要脱离迄个罪
捆绑的自由。但是保罗提醒咱，有人为着要摕到上帝的欢喜，要互上帝欢喜，伊就守迄个律法，坚持讲一定爱照律法来做。反倒等伊无自由，所以真正的自由，咱会当讲是照着上帝接纳，咱会当亲近上帝，这是真正基督徒的自由。因为基督已经讨帮咱，互咱得到自由。第一节的后壁讲，恁着徛在，无得挂着迄个做奴仆的担。这个是一个命令，叫咱唔通互遐的奴仆的物件，甲咱捆绑伫，咱背着迄个担伫。咱若有去买物件，特别咱若有去到大卖场的时，我常常看到足侪人搬着足侪物件，规车拢物件，然后塞着车去到伊汽车的所在，就开始搬，每一个拢搬一重的。咱想，咱搬遐侪重的物件，放伫咱的车顶，车会轮啊，就愈地愈扁，迄是一个重担。伫咱的生活中，咱会不知不觉将一项物件，搁一项物件放伫车顶，然后咱就感觉车咧驶的时阵足无力的。咱嘛会想想，当咱互律法限制的时阵，上帝恩典就互扎起来。过去咱讲牛咧背迄个担咧犁田，咱看到牛若背迄个担咧犁田的时阵，伊无法度行足紧的。但是若将迄个担放落的时阵，伊就会当行足紧，走足紧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这个时刻，是毋是你已经背足侪重担伫你的身躯顶？这重担有可能是对你想要伫的物件，要来满足你需要的这个重担；有可能是对别人的眼光，咱想要互别人对别人遐得到肯定的这个重担，也是讲咱伫传统的内面。咱一定爱去做这个重担。咱若互这世界顶面这个要求压掉的时阵，那呢，咱的心内就会含落讲迄种我感觉无够好，也是讲我应该安怎做才是对的，自我定罪的这个中间。不过，基督代替咱。承担了这一切所有的咒诅。伫加拉太书第3章13节内面讲，基督亲身成就了这个咒诅，救赎咱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此，咱会当看律法，伊的功用是要保护咱，会当行正确的路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去知影上帝的心意。因带咱行往正确的目标，所以毋是讲一定要紧紧守条，互律法捆绑的。颠倒爱看到的是，爱知影的是，上帝颁布这个律法，是要互以色列人，互咱在座的每一位知影，上帝才是掌管万物一切的主宰。所以咱毋通靠着律法来成做义人。所以咱若安尼明白了解的时阵，咱就让脱离这种捆绑，脱离这种互律法所捆掉的这种限制。所以保罗搁一届甲加拉太教会提醒讲，莫搁讲迄个割礼的问题影响到人来挖苦上帝。所以莫互因对犹太人这种传统的观念内面，就是爱先割礼，成做犹太人。成做犹太人了，伊才会当得到上帝救恩。伊讲莫受到这种影响，因为信耶稣基督了后，你毋免搁行割礼。你若搁去行割礼，代表你搁互即个捆绑伫的，那呢基督救恩就甲你无虾米利益做伙啊。所以保罗伫今仔经文，伊嘛提醒讲，你若要坚持要守割礼做大圣。
那呢，你就要遵守所有的律法。你袂当选择讲，我干那要伫即个，我无爱伫迄个，干那选择对家己有利的，若对家己无好的，拢无要做。那安尼，保罗咧讲的是，即种人伊干那倚靠律法，要甲上帝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。伊干那想着家己，那安尼就是将家己甲上帝隔离啊。那保罗搁一届要提醒咱的是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无任何的道路方法会当甲上帝建立更好的关系。所以咱就要照着信心的溃烂，以及信心来回应耶稣基督。那呢，咱甲上帝关系再保持一个真好、真亲密的关系伫咧。所以保罗伫遮咧讲的是。咱一个人会当信靠耶稣，毋是家己的选择，是信心伫伊的身躯顶做真侪的工。伫恁顶礼拜，也是伫今年，咱看到真侪兄弟姊妹伫圣礼典的时阵受洗礼。伫每一届因要决意要受洗礼的前，我拢会甲因一位一位来甲因谈。其中我会问一个。真要紧的问题就是，你为什么这个时阵要来受洗礼？以及你伫什么时刻你感受到上帝的恩典？当然，看到因的讲话，看到因所分享的，听了因所讲的，我拢深深真感动。看起来是因家己做决定，选择耶稣基督要成做因性命的救主。也毋过，伫甲因讲话的即个过程中间，我看见上帝恩典伫因的身躯顶，上帝确实甲因做伙，这拢是信心引出最终的结果。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，甲加勒泰教会讲，有受割礼，无受割礼，毋是上重要的代志。当咱知影耶稣基督。而且咱会紧紧去掠条上帝应允的时阵，那呢其他的代志毋是上重要的。真正听上帝的人，伊会用信心来表达出一个听的行动，毋是敢若守迄个律法的规定尔。所以对伊内在迄个所领受到的性命，其实比外在伊去遵守的更较重要。那呢？因就知影讲，伊的性命是要不断往前来跑走。伫今仔经文第7节讲，恁前是高走，自随主动恁，直到恁无趁真理。保罗常常用赛跑来比喻基督徒的性命。伊特别对加拉太教会安尼讲。所以，互咱通明白，信仰的道路顶面，咧跑走的时阵，毋是单单敢若相信真理尔，搁爱去行出来，爱顺探真理来行。就是讲，伫生活中，伫做人、做代志顶面，爱应用出来。所以，一个健全的基督徒，伊是一个信仰甲伊的生活行为合一的人。伫伊的行动表达出伊内在的信仰，伊内在的信仰影响着伊对外的表现。所以保罗过去有一段时间，甲遮加拉太教会兄姊妹做伙，伊对因非常的了解。伫迄个时阵，因拢信耶稣基督，参与着即场赛跑。一开始的时阵，保罗看见因。拢走了真好，因为因相信基督将因对捆绑中讨放出来，所以伊拢顺探真理的教导，享受基督互因的自由。但是这个时阵，保罗在写这张批信的时阵，伊看见因已经走歪岔去啊，有亲像伫个这条道路顶面出现一寡。影响因跑走的物件，就是阻挡因，互因错误的信息。
所以偏离啦。这个偏离有时会影响到遮个选手咧跑走的时阵，因上尾的结果，嘛有可能影响到遮个选手因的性命。保罗对这个信仰，伊真坚持。伊坚持的是，伊敢若传基督十字架的这个福音。所以伊讲，伊无将家己放伫大身来考虑，伊考虑的是，这个福音真正会当互人得到自由，这是伊足坚持的所在。我拄则一开始问讲，你愿意，你想要接受要自由的，真侪人举手。但是自由，咱必须要付上代价，咱要有代价。基督已经为咱付上代价，所以咱今仔日才当得到这个自由。基督讨帮咱做自由啊！过去这段时间，有几摆机会参与伫精神团契加压的事工的服侍。进入到家内面，则深深体会到，会当帮助咱去明白、知影迄个自由的真正的可贵。人犯罪了后，可能你有人判刑，你伫遐有一段时间，爱受到控制、规定、限制你穿什么衫、食什么物件，你几点爱困，几点爱起床。伊一个人做啥物？你的活动的空间范围拢有限制，所以伫内面遐个人，因最毋望的是要出来。当因离开你家了后，因徛伫家外口，迄是因一直足想要得到的自由。也毋过，伊无法度阁徛伫遐，因为若甲徛伫遐无往前行的时阵。伊无法度去习惯这个自由，所以当伊开始要来适应这个自由的时阵，有可能伊无法度掌握伊所摕到这个自由，所以至到伊要行回头过以早的生活。咱是不是同款？有时啊，咱足想要得到迄个自由，但是咱却毋知要安怎做。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是受到真侪无形的这个加压所捆绑伫咧，比如讲，学生毕业了后，也是讲伊离开学校放假，伊无老师会甲伊讲你爱安怎读册，伊就无要读册啊，因为伊毋知影继续伊要安怎做。囡仔离开父母了后，伊可能毋知影要安怎独立来生活，咱拢习惯派着一个加压咧生活。咱无习惯手中有这个自由，特别咱会当对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阵，当摩西要带因出埃及的时，因阁感觉讲迄个自由真可怕，因甘愿转去到过去迄个有肉通食、有汤通啉的迄个生活内面。也毋过上帝带因到旷野的时阵，就不断咧调整因。可以当适应，知影讲会当掌握这个自由，所以保罗咧提醒咱，咱若要保持有这个自由的时阵，咱就爱真细腻，而且知影安怎来生活。所以讲，恁着徛在，无伫挂着迄个最努力的担。咱若无注意，这个自由随时就离开咱。所以咱爱不断来往前来跑走，来知影讲上帝爱咱做代志。今年是教会50周年，我看到咱教育部真努力咧收集真侪资料，咧要做纪念刊。但是咱袂当敢若受到过去，咱爱往前来跑走。咱爱看的是未来10年、20年。伫今年6月份，咱信徒讲座的时阵，咱有邀请一位谢志摩教授来分享。伫迄个时阵，伊问一个问题，伊讲青年是社会、国家未来的愿望，对毋对？我看咱遮侪人拢点头讲对。谢志摩老师伊讲毋对，伊讲青少年、青年
应该是国家社会现在的希望。咱若将即个担放伫伊的身躯顶，却是咱无要甲训练，咱无要甲伊做伙行，那呢，迄个愿望却成做一个捆绑。所以照用即句话讲，咱教会若要往前行，那呢，咱的希望伫倒位咧？即礼拜拄啊结束夏令营，其实看到足侪大专生、高中生、国中生，因咧带遮的学员，看到因真努力伫5天的营会内面，因来服侍，因来备班，将上帝的听甲遮的学生做伙来分享。看见因真正是教会未来的愿望，但是我要讲的是，咱敢真正就遮个重担交互因啊？当咱讲是咱要交互因的时阵，咱要将未来交互因的时阵，牧师要邀请咱各位，其实即句话应该改做教会未来愿望，应该改做教会现在愿望。伫咱每一位在座的兄弟姊妹身躯顶，咱来做伙来做，毋是交互别人做。保罗讲，往前跑走，毋是你家己一个人走，毋是别人去走，是咱做伙努力来往前来跑走。所以咱即马就要做伙来做，袂当停止。咱来做伙，无分年纪，都是来传扬上帝的话，来为人祈祷。来将这个好消息甲人来分享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望上帝恩调，成做基督徒。所以对今仔经文第13节到15节，伊讲忘掉、受掉，是来做得到自由。咱受掉得到自由了后，这3节经文讲有3项代志咱袂当做。第一项是袂当做肉体的机关，那华语的和合本是讲不可以放纵肉体。自由真重要，但是嘛真危险。保罗讲，咱受掉是得到自由，但是咱唔通将自由当作是放纵咱的情欲的一个机会，袂当互肉体来做主宰，因为咱每一个人。拢是上帝囝儿，咱会甲上帝真亲密建立一个关系。但是这个中间，咱袂当讲咱无限制、无约束，照着家己的欢喜来做。实际上，咱若互肉体做咱的机关，来放纵咱的情欲，那呢毋是真正的自由，颠倒是更较可怕的捆绑，互咱成做迄个想要治私欲的奴仆。伫今仔日的社会，充满着即种的努力，因为真公开咧谈论家己的自由，谈论自由内面的痛，谈论自由的生活。实际上，因却成做一个私欲的奴仆，因为因控制了，无法度控制了家己，因放纵家己。所以基督徒的自由是完全无共的。咱不断无放纵咱的私欲，咱已经将这个肉体、甲肉体遮的情欲，拢定伫实力嘅顶面啊。所以咱拒绝肉体这种本性来控制咱，不耶稣已经将遮个歹代志，拢定伫实力嘅顶面。所以咱若顺探信心来行，咱会当得到的保证就是信心的轨迹。会伫咱的生命的内面成长大汉。第二项，咱唔通做的代志是，华语是讲不可剥削邻舍的自由，唔通为着家己的利益去损害着厝边的利益。第13节的后壁段讲，要用仁爱相服侍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基督徒的自由，毋是照着家己的欢喜，你会当做啥物，随在你的自由，嘛毋是无要顾别人的利益甲幸福的自由。基督徒的自由，搁一摆提醒是
咱会当真无惊吓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咱袂当去损害到咱厝边的利益。实际上，上帝嘛叫咱毋通去忽略，也是去虐待咱的厝边。上帝命令咱爱去疼咱的厝边，爱用疼心来服侍伊，毋通将对方成做咱有利益的工具。所以咱敬疼咱的厝边，无论因信也是也未信，因拢是上帝所疼的宝贝。所以咱就爱去服侍伊。所以咱也来为别人的利益，会当来牺牲咱家己的利益。咱毋通叫别人为着咱的利益来牺牲，因为安尼，基督徒的自由就是一个服侍人、无求家己利益的自由。第三，基督徒的自由，毋是弃杀律法的自由。伊第14节讲，因为全律法包含伫一句话，就是讲疼厝边亲像家己，疼厝边亲像家己。保罗讲的这句话是，咱袂当因为讲咱彼此相疼，就破坏掉律法。爱讲是因为咱相贴成就了所有的律法。上帝接纳咱每一个人，伊毋是要求咱爱先去做啥物符合所有律法的规定了后，伊才要疼咱。上帝伊看顾咱的是，因为咱相信伊，所以伫十字架顶，耶稣基督死的时阵，已经担当咱所有的罪，脱离这种捆绑。伊无甲咱讲，你遐律法你莫相信。耶稣咧传道理的时阵，伊讲，伊来是要成全所有的律法。所以咱袂当照着守这个规定律法来得到上帝接纳。咱是因为互上帝接纳了后，因为咱信，所以咱爱上帝，上帝就赏赐信心来帮助咱，互咱有气力去遵守伊所颁布规定的这律法。罗马书第8章第3到第4节，伊讲，互上帝称作义，毋是靠律法，是我靠基督顶十字架，咱诚做圣，确实地遵守律法的顶面。所以，咱若爱上帝，搁爱人，咱就爱确实去遵行上帝的命令。我相信，你就会当发觉家己真正是咧遵守律法，因为上帝全部的律法就伫即句：疼厝边，亲像疼家己一样。咱每一位基督徒受到得到自由，这款的自由是甲上帝过河的一个自由。这个自由是脱离捆绑的一个自由。这个自由是因为咱良心顶面的自由。这个自由是无放荡咱肉体私欲的自由。这个自由是无占别人利益的自由。这个自由是无去弃杀律法的自由。所以，既然是所有蒙耶稣基督所讨放的人，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自由，有信心的帮助，咱会当有节制，会当照着疼心来服务、服侍别人，遵行上帝律法。基督讨放咱做自由啊！基督讨放咱做自由啊！愿咱拢会当徛伫上帝所赏赐予咱的这个自由中间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真正疼我每一个人。你无原因，我有一人陷落伫罪中间。你互我有自由，会当明白你的疼。愿主你帮助我，互我伫这个自由中间，会当甲上帝你建立一个合意的关系，会当脱离这个世上私欲的捆绑。会当有一个良心来看待对待别人，无放纵家己的肉体，无占别人的利益，嘛遵趁着律法，
互阮疼主边亲像家己，因为基督你讨别阮，互阮得到自由。愿主亲身看顾，这时我们用你的界面，新的界面来回应你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疼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果。你着疼厝边，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予恁，就是恁着三疼，亲像阮捌疼恁，恁也着安尼三疼。恁若三疼，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。阿免。愿主